新竹市喺今年初的時呢，有頒予市民5000塊的消費金，也毋過打算傳出當初是這3000外的假日加班的員工呢，是還未領到因的加班費。有人講這2個外月的時間已經過去啊，錢攏無入來。原來這新竹市府呢是回應講，這是因為人數有較濟，名單整理煞就會來撥錢啊。摕到市府發的消費金，民眾樂笑甲真歡喜。不過，即馬所傳出，當初加班協助發錢的員工，到今也未領到加班費，而且大部分的人攏是基層員工。到現在已經快3個月了，這個錢我們還沒下來，不知道什麼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是希望這個辛苦錢希望那個市府單位能出來說明給我們一個確定的時間。有議員講，市府佇1月到2月，攏總動員3000外的基層員工，佇全新竹市設300外的發放地點。唔那互人強制取消休困來加班，時間過去2個月，雖然加班的錢攏個摕袂到，這支市府無重視基層的權益。要大家做事的時候雷厲風行，現在要發加班費給大家，身為一個這個新竹市政府的大家長，卻用這樣不要不進行政怠惰的方式來處理其實高虹安應該要體恤基層公務同仁的辛苦。這3000多名公務員的加班費，至今市府都還沒有核發，基層苦苦等不到辛苦的報酬，實在非常的誇張。有關消費金作業同仁加班費發放事宜，目前已完成清冊彙整，為確保款項精確無誤，市府正嚴謹執行逐筆資料核對與校正作業，後續將採分批撥付方式，全力加速行政流程，務求在最短時間內將款項匯撥至同仁賬戶。市府指出，因為這擺動員的人員較多，目前已經完成名單資料，是為確保正確，才會開較濟時間，上班佇4月底進前，就會完成發放。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